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贵人扶一步，胜走10年路。不过你们好不好奇，为什么普通人总遇不上贵人呢？我就告诉你为什么。一般分2种情况，第一种，贵人坐在你面前，结果你觉察不到。其实啊，贵人之所谓是贵人，不是他把你收为他的小弟，每一件事都给你 SOP， 教你怎么去做，手把手带着你做，是这样的呀。恰好相反，贵人要帮你的时候，有可能就提点一句。不过有很多人悟性不够，不知道人家点的那一句对你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，也有可能你会对那些想帮助你的人没有共进之心。下意识就想反驳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是他的贵人，在能力跟那个认知都低于自己的人面前，你好心想帮他一把，结果刚提的建议就马上被对方忽视，你还愿意说第二句，反正如果是姐夫，我已经掉头走了，运气好赖，你还在干嘛呢？烂泥扶唔上壁。第二种情况就是你已经觉察到贵人在你旁边，不过你抓不住他，接不到他的贵气。我有很多饭局里面看到很多大佬对下后辈指点，那些后辈居然云里雾里没听进去，有可能听进去了听不懂，接不住。其实所谓贵人呢，就是说他愿意给你机会，看好你，因为他看到你有可能给他一个价值交换的。贵人比你优秀，愿意指点你，很多事情看明白一下子无法完成，不过他需要的是你有胆量，勇敢的尝试，有勇气去坚持。如果你什么都没付出，那这个机会是机会而已，你在他那里永远不会有收获。还是那句话，姐夫都说烂了，人际交往的本质就是利益互换，贵人也是人，逃不出这个铁律。那我们遇不到贵人，就是因为无视了价值交换的规律，不要总想着天降神兵来帮你。其实这是白日梦，还有一旦你表现出贪婪的姿态，贵人马上离你很远很远。也不明白，很多人都期望有一个贵人在他们身边，能帮助自己从水深火热中脱离出来。不过你想想，你必须先有能跟人家交换的筹码，那贵人呢就会愿意助你一臂之力。